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第5章，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出版。紅不喜歡孤單一個製作。上一章，自在大師就教紅紅以好似天空咁廣闊嘅心靈嚟到接納自己內在嘅感受、情緒或者係回憶。今日講到第5章，就係價值觀。紅紅同自在大師離開大街之後，走到去城市外圍嘅迷幻森林。迷幻森林中有住各式各樣嘅奇珍異寶，但係當中只有一啲寶物你能夠睇得到同埋拎得起。只要你能夠揾到嗰啲生命中重要嘅寶藏價值，呢一個靈魂就可以重新燃點起嚟啦。紅紅急不及待咁樣走入森林，發現真係有各式各樣嘅寶物喺空中浮動噃。佢嘗試伸手去觸摸嗰啲寶物，不過原來睇得到嘅寶物都唔係可以攞上手嘅。不過亦都唔緊要，佢心裏邊好清楚自己想要嘅寶物係乜嘢，就係幸福寶石。紅紅心裏邊係咁諗，幸福寶石一定係喺呢個森林裏邊。紅紅不斷咁揾啊揾到內心嘅寶藏。終於紅紅見到眼前最耀眼嘅寶石，佢相信呢個就係幸福寶石啦。當佢伸手想去攞嘅時候，佢竟然冇法子將佢攞得上手噃。而價值呢個靈魂亦都冇因為揾到幸福寶石而有所反應。自在大師就問紅紅：呢個真係你生命中最重要嘅嘢嚟咩？紅紅諗咗一諗，腦海浮現出嚟嘅係同伴，係家鄉嘅親人。紅紅嘅腦海裏又再浮現被溫柔地看待嘅片段，被別人肯定嘅感覺，經歷過期待落空同埋孤單嘅紅紅，希望得到溫柔嘅關心同埋肯定，亦令佢重視人與人之間嘅關愛、真誠嘅相處、尊重同埋接納。紅紅更加發現，自從遇上自在大師之後，佢開始踏上呢一趟未知嘅旅程。原來自己亦都有呢一份面對未來嘅勇氣。原來真誠、關愛、尊重、接納同埋勇氣，就係紅紅真正嘅生命寶藏啦！呢個時候，自在大師就同紅紅講：紅紅，你已經揾到生命中最重要嘅寶藏啦！之後，紅紅嘅價值靈魂就重新燃點起嚟啦！呢一個寶藏其實一直都藏喺你個心裏邊，等待你去發現。往後你可以跟從嗰啲內心嘅聲音，指引你未來嘅生活。咁樣就好比你揾到幸福寶石一樣。
讓你過住想要嘅生活。所以往後你可以盡情咁樣擁抱佢哋啦。價值觀就係我哋認為點樣嘅生活係最重要。我哋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並且持續咁樣喺生活各方面實踐，例如工作、學習、個人成長、健康、餘閒活動、關係等等。我哋要留心，唔好將價值觀同埋目標混淆一起。假若價值觀代表指南針，目標就係目的地。譬如，如果關愛係我哋嘅價值觀，我會好好咁樣聆聽並且照顧身體嘅需要，多關心我重視嘅人，悉心咁樣去照料家中嘅植物，定期打掃書架上面嘅書，將塑膠廢物放返去回收箱等等。價值觀冇話對定錯，好定壞之分。重要嘅係我哋能唔能夠揾出我哋嘅價值觀，並且認真咁樣實踐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裏邊。故事中，熊熊重視嘅價值觀就係真誠、關愛、尊重、接納同埋勇氣。咁你嘅價值觀又係啲乜嘢呢？好啦，價值觀呢一章喺呢度完啦。跟住落嚟有第6章嘅承諾行動，我哋又睇下熊熊喺下個禮拜得到自在大師啲乜嘢嘅指引啦。再見。